召集。重複02年男子及女子60米決賽第2次召集。06年、07年男子及女子爭鬥袋第2次召集。02年、03年男子及女子跳遠第2次召集。07年男子及女子30米決賽第1次召集。再踹兩次㗎，兩次㗎。成績公佈：04年女子擲壘球成績，第1名1147文慧欣，成績15米75；第2名1107張欣月，成績14米26；第3名898何影彤，成績11米84；第4名804黃希文，成績11米1；第5名889梁以琳，成績10米10；第6名811謝永芝，成績8米33；第7名842企後啲助跑啊嘛。成績7米90。03年男子100米成績，第1名24姚敬森，成績15秒56；第2名377黃俊堯，成績15秒76；第3名23戴偉健，成績16秒24；第4名221孔燕雲，成績